正段消息来看，台北市长郭文泰今仔日甲大安区的里长开市政座谈会。虽然是一对一的座谈会，但是有里长认为，秘书是来陪公主读册同款，时间伤短，沟通的效果无够好。台北市长郭文泰找大安区的里长来开市政座谈会，沟通的成效刚好。他忙着选总统而已啦，嘿。 其他的市政大概对他来讲已经不是最重要，因为我们所提的你也没进入状况。对我来讲，我今天只是来陪公子读书吧。我觉得这样的持续的见面，这单是进到一个市长应该要做的事情，比较困难的，他还会提到说，那他要带回去。郭市长嘛被追问，正常议员问到讲，民进党初选的分晓，敢会好郭文泰有机会争做上大赢家？人家说小英，今天小英怎么打赖清德，以后就怎么打你。我说听得好害怕。 另外，嘛有媒体问到郭文泰支持者的数字下降，是不是跟宪光度变少有关系？网络声量是差不多就好了，每天还是做事比较重要。并伤心看待郭文泰继续老实在在，无急的表态。